这两个无地一个月嘛10几万呢啊，后生搁咧做医生啊，一个搁一个搁住伫迄个什么电厂，搁考第2名出来啦，伫发电厂，你照一个月嘛，8、6万。你真个收钱，咱像收纸的，你嘛讲袂来啊！真正，伊来甲讲，哎呀，我要做违背良心的代志啦，来保护你。这是事个代志，要做公务内面好受业个，公务内面好受业，就喺大东路一个陈老师，伊做医生，心脏科医生，啊那样呢？美国人清楚，伊拢捡厝底的税就好啊，伊拢袂晓去办啊，拢嘛捡迄个店面的税啊，有时迄个去环手给他查者，伊讲大律师，你这个会当办厝底的税，你听到讲着？伊讲我袂晓，伊讲来你那摕来我来办，对吧？因来摕来爱去甲办的，每年逐间拢捡着厝底的税，减纳足济啦，足欢喜的。有一日呢去美国佚佗，伊两后生拢伫美国去上班，去美国去，啊，等下买啥货我毋知影，换一包啦。啊，讲这敢袂等阵食金发连的事无？我讲是啊，我讲你要怎个？你找啦，我着去美国佚佗啦，要换一寡物件来送。伊讲免，你讲咧，你若搞这来伊都不敢等的，着烦恼你。伊迄阵讲伊毋知讲安怎个嘛，人搭要看物件咧送，你买到要嚟讲咧，所以就是讲，这拢是实在是，安怎我参与有对，但我大家讲无对，我毋敢讲，所以呢，咱来了解公务内面好事业，伊做好人物，真正做好人物，为百姓服务，但反过来讲，容易受。会当为百姓服务，但阮搁来讲啊，伫公务内面作业袂歹伊足济啊。人讲坐迄条椅啊，坐3年就怎忘去啊？有影坐3年就怎忘去啊？这是这个代志。咱莫爱讲啊。阮遐一个做官啊，本来伫厝里足古意足单纯诶，做官做大官尔。你看较紧，较紧，抑阁拖袂开。本来身体作用啊，身体作用啊，较紧就包落看你啦，可以。人生就是安尼，一日来伊遐顶，讲说3年就忘，我甲想讲影，咱以前就写册，来讲说3年就忘诶，一来我去坐阮11点就忘去啦。有影，咱即个问题个人，我这是11点就忘去，咱包的死。所以爱了解，所以反过来讲，容易受恶，因一人就事，因一直事道。以让公心，那走去做官，足容易去引入公利的心啊。因为少年刀分主责，伫迄名利场所少年责甲分主责，而且罗完之道分律并行。你看看，真罗完之道有分律并行无？我就讲，这两日要选议员、选立委，特别选县长、县市长，伊嘛拢讲出来讲发表个政见，嘛讲伊拢会怎啊话？我讲伊拢会标，标看边选去做这啊，哎，后天人调来，伊拢会是这个，所以咱了解。你若听你讲政见，听就好，爱听就好，你莫讲。你较早讲哪有遐个回事？袂晓做，这足可怜，足可怜。所以呢。像包青天，如不补了宋仁宗皇帝，也死不得。虽然包青天迄人心，迄人正直，若无补着宋仁宗皇帝，伊嘛做袂出来。在小人那正直，在下人正直大同。所以像包青天，若无补着宋仁宗皇帝，也死不得。师道奇夫，故父教子中。刀剑刀文，所以师道呢，
皮肤弯弯结结啦。所以佛祖都来注重讲，多言多闻，慎言慎言，较侪听，较侪看，看较侪，听较侪。谨慎言谨慎行，也是修行名利有害，也是修行好，名较利啊，百亏人足不如天足贵。人足无天足遐好啦。你甲看，即回修行人等于1万讲800年呢。这人足，这全做一鬼做总统几年啊？互你研究啦，几年？蔡英文，蔡英文做总统，即摆做总统，互你搁研究1年啊，2届几年，8年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也是天足较好，1万讲800年，这期若等于1万讲800年个位，伊8年甲1万讲800年会比是吧？你甲想，咱甲想，咱甲想。所以呢，人足不如天足贵。佛师甲讲，人间岁月气如流，采春兰又表情，插柳干戈，梅雨烈时条，昔日风浪今改变，光阴速将难留，金毛玉兔两不掉。好酒油啊，好酒油几时有？早日消光，近日也难求。不叹年少修来得，无常得往乐去啦，往乐去。这是佛做一个示范来讲，人间岁月气如流，人间的岁月，气若亲像水咧流安尼，足紧的。我拄则讲，孔圣人传遗嘱，伫因传上咱讲。时下如斯，不暇久也。人间的岁月，哪亲像迄水咧流啊？采春兰。